兄弟姐妹平安，今仔日是初三，咱的主要来祝福咱，永远真做咱的保护。师父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较饱，咱会使困较饱，总是咱会记得哦。今仔日是主日，咱一定要来教会来敬拜咱的主。今天的经文是一个主题，叫做为我准备最好的。他为我预备最好的。我们要来读雅各书3章6到11节。3章10节，他这样说：御车的柱子用银包裹，上面有金线的刺绣，坐垫用紫色料子制成，是耶路撒冷女子们用爱情编织成的。哇，好美哦！而且这幅画看到了女主角她的幸福。我们看到在上一章，我们的雅各的女主角，她因着自己的生命的缘故，她没有办法起来回应良人对她的邀请。甚至在2章的时候，良人说起来与我同去，可是女主角却是不愿意。但到了第3章，我们看到她愿意，因为她离开了这些其他的人，她就醒悟过来，她知道原来良人愿意被她寻见，也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良人，他愿意被我们寻见。更宝贵的是，当他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女主角发现良人已经为她预备了许多的祝福和应许。哇，超美的！当我们预备进入神恩典中，当我们接受上帝的邀请，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够用的恩典。那种安全感是使我们可以将自己生命全力以赴来跟随神的。是啊，在我们人际之间也一样。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中人最重要的亲密爱人也好，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以及人际间的一切，我们知道是可信赖、是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全力以赴，我们是可以献上我们自己，而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可以缔造着彼此之间关系上更高一层峰，那种甜蜜，那种对人生所带来的那种重要性跟意义。我们彼此都需要营造我们关系中的安全感。我们愿意为我们所重要的人给他信心，给他安全感吗？就像主给我们的安全感，使我们可以全心投入为他而活，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我们能够安然居住，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因为你爱我，使我在患难中仍有信心。因你是赐福的上帝，是保护我的上帝，你总是给我最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见。